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搖身分行 Fleming，今日同大家介紹咧就荃灣廣場一個2座嘅低層 B 室單位。呢個單位咧雖然係一個低層，但係咧其實就望到泳池同埋一個海景嗰度咧非常特色罕有嘅。咁啊，同埋而且業主都做咗唔少嘅裝修嘅一個配置啦。咁所以咧入到嚟都差唔多接近可以拖喼就入住噶啦。咁我哋試呢次望望單位先。單位入到嚟之後啦，咁啊業主喺門口咧，咁啊喺廚房嘅對出就做咗一個鞋櫃，而之後喺廚房嘅一個位置咧，咁啊做咗一個開放嘅空間。咁喺呢個開放空間入邊咧，業主亦都係更改咗係好多嘅一個裝飾啦。咁啊到頂有啲係天花頂啊，呢啲射燈啊，咁啊都係修飾得非常之靚嘅。咁而亦都用咗一個類似 island 咁嘅位置咧，分間翻開一個飯廳位。咁啊所以咧係一個有對流嘅空間啦，咁啊食飯都係非常之唔錯嘅，同埋嗰個兩邊嘅位置咧，嗰個位置都係非常之充裕嘅。咁啊原本一個窗口位嘅擺機啦，咁啊做咗個係窗分機，咁啊會擺咗個分體式喺呢個位置咧。咁係睇翻客廳嗰度啦，咁客廳呢度咧亦都係比較長嘅，咁啊超過10尺闊嘅空間啦，咁睇電視無論你擺幾大咧，都應該非常之舒服咁樣噶啦。單位望翻出去啦，咁啊景觀上咧雖然低層咁，但係其實咧都望到嗰個泳池嘅景觀咁樣嘅。咁啊喺一個第一間房嚟講啦，業主係做咗一個係地台嘅空間，咁啊做咗一個上下格床嘅一個位置啦。咁啊洗手間位啦，咁啊業主亦都係做咗一個企缸位，咁啊側邊咧其實有啲空間可以放多隻櫃啦，咁啊可以移動啦，或者增加個收納量啦。鏡櫃呢啲咧都係重新做過晒嘅。咁喺一個第3間房嘅前邊啦，咁啊喺走廊度第2間房咧，咁呢度亦都非常之大。咁會見到咧，其實呢度係足足都有成10尺闊啦，同埋大概7米幾嘅闊度。第2間房呢度啦，咁會見到咧，其實嗰個闊度咧都有10尺同埋7尺嘅闊咧，咁係非常之大，咁亦都有埋個窗台位。業主咧就喺呢度啦，選擇做咗一個大嘅一個書台啦，咁啊可以望到個泳池，亦都望到個非常靚嘅海景。咁而業主亦都做咗個可以拉出嚟嘅收納嘅床啦，咁如果係有朋友過嚟咧，可以招呼一下。而最後啦，喺主人房呢度咧，咁業主亦都係做一啲燈槽啊、鏡櫃啊呢啲咧，咁啊其實都做得非常靚。咁原裝一個凹咗嘅位置咧，佢係選擇做一個書台嘅一個空間。咁啊衣櫃亦都做咗一個倒頂嘅位，咁啊梳妝台擺咗喺呢度。5尺闊嘅位咧，咁啊其實張床擺喺度，咁啊再望住個電視咧都非常之好。